高雄市长韩国瑜昨下晡甲市长奖的毕业生甲模范生做伙翕相的时阵，其中一个模范生突然间甲市长呛讲：“你要选总统这件代志真好笑。”一时之间，互现场的人是真爱叫。韩国瑜是笑笑啊，并无变面。事后是学了这个学生真勇敢，下摆一定真有出脱。好，他这里。 那学生甲市长韩国瑜做伙翕相，翕完了后，伊讲出这款的话：“你要去选总统这件事情真的太可笑了，不要让你的理性压过你的感性。”直接对韩市长讲，伊要去选总统真好笑。韩国瑜赶紧伸手出来，甲男学生陪开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受邀请参加各种模范生甲毕业生的合照活动，想袂到煞伫台顶，互对方甲呛声。这个男学生讲，其实是想真久啊。我酝酿很久啊。既然他选前做那么多。 承诺之类的，当然，如果现在又要去选总统的话，当然对他的 reputation 也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。感觉韩国瑜无实现承诺，说要去选总统，伤害名誉，而且当面甲伊呛声。另外，有学生认为韩市长当初讲的拢无做到。有些证件真的要实践，就是他只会讲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采。被模范生呛声，韩国瑜真有风度的回应。这样的一个小孩，他这样的勇于表达意见。 将来也一定会追求他的理想。这个孩子将来，我觉得一定会很有出息。所以他讲的意见，我尊重。这是原本大家欢欢喜喜，甲市长翕相，男学生台顶的两句话，互现场所有人感觉爱叫。校方对这代志无愿意表达意见，希望校方回归平静，莫有政治化。